Video Next V1 網百搭教室，如何享受香檳之認識篇？其實飲香檳唔一定要喜慶日子，正如著名嘅 Bollinger 酒莊主人 Lily Bollinger 講過：我開心、傷心，一個人、一班人，餓與唔餓嘅時候，我都飲香檳。另外，除非口渴，我只會飲。你都想享受呢份情趣，就要先從認識香檳入手。等專業酒評人梁淑儀 Rebecca 為你講解一下啦。香檳是什麼？香檳係氣泡酒，即係 sparkling wine 嘅一種，但係要符合以下三大條件，先能夠稱之為香檳。條件一，產於法國香檳區。根據1891年所簽訂嘅馬德里協定，只有喺法國北部嘅香檳區所釀製嘅氣泡酒，先能夠稱之為香檳。其他地區同埋國家所生產嘅氣泡酒，就只能夠叫做 sparkling wine 啦。條件二，特選葡萄品種。香檳所採用嘅原材料只有白葡萄 Chardonnay 同埋黑葡萄嘅 Pinot Noir 同埋 Pinot Meunier。條件三，釀製方法。酒莊會先將葡萄汁液發酵成為原酒，然之後再將酒入瓶，加入酵母，進行第二次發酵，跟住再加添糖分，就成為咗香檳氣泡酒啦。小資料：法國修士 Dom Perignon 發明了香檳。實際上，香檳之父 Dom Perignon 只係提升咗香檳嘅釀製技術，包括選用唔同葡萄品種混釀，以及將麻布瓶塞改為軟木塞。年份香檳及冇年份香檳。年份香檳 Vintage Champagne， 即係以同一年份嘅優質葡萄原酒釀製而成，酒標會顯示收成年份。由於產量較少，所以價錢較貴。代表有 Dom Perignon。冇年份香檳 Non-Vintage Champagne， 即係以幾個唔同年份嘅葡萄原酒混配而成。酒標上面係唔會顯示年份。品牌代表有 Moet et Chandon。香檳的種類。白中白香檳。呢一類嘅香檳只係以白葡萄 Chardonnay 釀製而成，品牌代表有 Salon。黑中白香檳。Blanc de Noir Champagne 只係用黑葡萄 Pinot Noir 同埋 Pinot Meunier 釀製而成，著名嘅品牌有 Krug 嘅 Clos d'Ambonay。粉紅香檳。葡萄壓榨後，葡萄皮會短時間浸泡喺原汁入邊，然之後取出皮中嘅色素。不過更多嘅做法就係將紅葡萄酒混入白葡萄酒入邊。著名嘅品牌有 Gruner Brut Rosé。頂級香檳，即係酒莊最高級同埋最昂貴嘅產品系列。舉世聞名嘅品牌有 Louis Roederer 嘅 Cristal、Laurent Perrier 嘅 Grand Siècle 同埋 Moet et Chandon 嘅 Dom Perignon。酒標解讀。香檳嘅樽身上面會標示佢係 Champagne， 其他值得注意嘅地方就係有酒莊名稱、香檳甜度，同埋只有年份香檳先有嘅收成年份。香檳酒莊有3個名你一定要識，第一個就係公認為香檳酒王嘅 Krug， 另外一個就係水準同埋酒質非常之穩定同埋優秀嘅 Moet et Chandon， 另外一個就係有唔少酒評家都認為佢係抵飲之選嘅 Veuve Clicquot Ponsardin， 即係 VCP。甜度分7級，由最唔甜嘅 Brut Sirah 開始，順序係 Extra Brut、Brut、Extra Sec 或者 Extra Dry、Sec、Demi Sec， 然之後到最甜咧就係 Doux 啦。年份香檳嚟講，較優秀嘅年份有88、89、90、95、
96同埋02。小資料：為什麼慶祝要飲香檳？有傳古時法國國王中意喺加冕典禮上飲用香檳，法國貴族亦中意將香檳進貢俾外國國王，以示尊重。之後香檳就慢慢演變成慶祝專用嘅酒啦。了解咗香檳嘅基本，跟住就要學習點樣享受氣泡酒嘅獨特美態。記住留意百搭教室啦！ Video Next 百搭教室。